放馬過來係一個討論爭議題材嘅節目。今晚主題同性婚姻，歡迎家長陪同子女參與討論。今日係情人節，街上見到唔少愛侶一雙一對，但對於同志嚟講，相愛未必能夠公開，結婚更加係遙不可及。其實公唔公開係唔關立法事嘅，只不過係你自己點樣同你自己嘅親友交代嘅問題啫。作為一位同志，熟悉法律嘅邵國華喺90年代開始爭取要為性傾向歧視立法。佢更加提出同性伴侶應該享有以家庭為單位嘅各種福利，包括申請公屋。不過佢嘅提議當時不獲接納。請大家注意呢，香港電台呢就經常用不過嘅。其實佢對於同性婚姻、同性伴侶個肯定呢個立場呢，其實係好清楚嘅。而政府亦喺06年各自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邵國華曾經喺03年同佢嘅同性伴侶遠赴多倫多註冊結婚。唔少人認為相愛唔一定要結婚，一紙婚書更只係塵世俗例。點解一個名分對同志嚟講係咁重要呢？其實我可以答你嘅，點解咁重要？因為同性戀者呢，或者同運人士呢，希望所有嘅同性戀嘅關係係被整個社會認同咯。因為婚姻係講緊整個社會認同啊嘛，並唔係嗰啲什麼福利嗰啲問題，係一個認同嘅問題。冇錯，一紙婚書可能對於好多人嚟講都唔重要。當你有選擇嘅時候，但係對於同志朋友嚟講非常重要，因為我哋香港嘅社會政策好多都係需要有一個結婚嘅咁樣嘅名分咧，先至可以得到嘅。譬如共同報稅啦、申請公屋啦、領遺產啦，或者係甚至一啲危急情況底下探視權咧，呢都需要係一啲家庭成員先至可以得到嘅。所以對於同志朋友嚟講，結婚嘅權利係非比咁重要嘅。其實咧，呢啲福利呢，係咪真係咁重要呢？佢重要嘅地方對於佢哋嚟講係在於呢個係代表咗整個社會對佢哋嘅關係嘅認同啊嘛。嗱，如果你講個分享財產，根本上你自己兩個人喺律師樓立啲契約，亦都係可以啊。你話探病嘅，其實可以同醫務衛生署或者醫管局改一啲嘅行政方面嘅措施呢，每個人可以登記定一個可以幫佢探病做手術嘅人嘅名單啦。呢啲係可以係用行政措施解決嘅。所以呢，根本上呢，其實同運人士呢係要求緊整個社會認同同性戀或者同性婚姻，並唔係一個真係純粹基本福利嘅要求咯。當然咧，我嘅立場好清晰嘅，但係我希望今日透過呢個討論呢，可以大家了解到唔同嘅聲音嘅想法係乜嘢。我哋嘅社會係咪需要俾同性嘅朋友係可以有婚姻權嘅？作為香港電台一個公營嘅一個電台，應唔應該喺一啲爭議性嘅問題上邊，成個節目嘅主持人都持一個一方面嘅立場呢？呢個我覺得係有保留。所以好希望大家唔持唔同意見嘅朋友，今日即管放馬過嚟。今晚放馬過來節目主持，香港同志運動中堅分子邵國華。我哋今晚嘅討論嘅題目係同性婚姻，我哋亦都有兩位持反對意見嘅嘉賓嚟到嘅，梁美芬議員。梁議員你好，歡迎你，歡迎嚟呢個節目喎。其實梁議員好多朋友都記得咧，大概10年前咧，你喺城大嗰個教職員炒亞裔職員嘅風波裏邊，你係企出嚟咧，係話俾大家聽咧，種族歧視係錯嘅。點解偏偏喺同志嘅問題上高，性傾向歧視上高，你又持反對意見呢？其實原因好簡單，因為同性戀價值呢並不是普世價值，同性戀價值並不是普世價值。
但係呢個相見或者種族平等呢，係一個普世價值，所以兩樣嘢喺嗰個價值嗰個層次上面係完全唔同，唔可以混為一談咯。同志係可以結婚咧，嗰個牽涉到嘅問題咧，我諗就唔係純粹咧兩個人嘅即係感情情感嘅問題。婚姻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其實婚姻係一種建制嚟嘅，係牽涉到一個社會嗰個即係成個嘅社會制度嘅問題，冇錯。個主流價值係點樣咧？制度究竟係咪平等咧？我哋一陣間會再討論多啲。首先多謝你，請你坐低先啊。第二位嘅嘉賓係柯廣輝律師，有請柯律師。你好，歡迎柯律師，你好，多謝你係律師喎，你係捍衛呢個一夫一妻呢個婚姻制度嘅。咁啊，對於同性伴侶呢樣嘢咧，呢個嘅關係咧，其實基本上咧，我自己本身咧，我都係接納嘅。但我唯一係反對嘅咧，就係同性係咪可以去結婚？咁或者你都係讀法律嘅，你都好清楚咧。立法本身呢樣嘢，唔單止係情感上邊嘅問題，亦都係好多引申出嚟嗰啲嘅社會問題。好啦，所以法律上嘅問題，我哋陣間再詳細。好啊，多謝你。請坐。我哋嘅立場好清楚啦。咁現場嘅朋友咧，亦都有持正反嘅兩方嘅朋友嘅。正方嘅朋友15位係贊成同性婚姻，反方嘅朋友咧係有13位咧係反對呢一個同性婚姻嘅。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討論咧，你係有權去重新揀過嘅立場，亦都喺節目最尾嘅時候咧，透過你嘅腳咧去表達、去投票。去表達你呢一個議題嘅立場嘅，我哋先去睇片先啊。我會覺得好驚訝，我第一反應肯定係真係好震驚啦。我又唔會真係好震驚咁樣嘅，因為咁呢個社會上一定有啲咁嘅人係你遇唔遇到咁解啫。我覺得冇乜嘢嘅。即係佢又唔會影響到我，我又唔會干涉佢嘅。嗱呢度呢，我覺得香港電台呢就喺度偷換緊概念，因為其實你接受你身邊嘅朋友係同性戀者，同性婚姻係咪應該立法，根本上係兩件事。但係佢點解會突然間整一個咁嘅訪問出嚟呢？然之後就好多人都接受。咁接受其實亦都係好多好闊嘅定義嘅。咁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呢，接受唔係代表要認同嗰個價值觀嘅。我諗相信阿邵生都應該會好清楚。呢個就未 fit 得。如果係兄弟姊妹就唔得，真係好核突。點解故意要突顯咗呢個講好核突呢個反對者嘅意見呢？係咪有心嚟到抹黑反對者係一個非理性嘅一個恐懼呢？咁呢個係咪香港電台嘅一個手法呢？如果佢冇影響到我嘅生活嘅話，我接受到咯。兄弟姊妹，我覺得其實呢個應該比朋友更加需要接受。我有啲唔明啊！頭先明明呢講緊贊成同埋反對嘅人呢係差唔多嘅數目嘅，係15個贊成13個反對。點解而家係變咗係得一個反對呢？係咪中間做咗咩手腳呢？都可以嘅，因為始終都係兩個人嘅事。有呢位同學呢就講得唔啱啦，因為婚姻呢並不是淨係兩個人嘅事嘅，係講緊整個社會嗰個嘅嘉許同埋認同，唔可以話合法同性婚姻呢只係兩個人嘅事咯。應該嘅，本身婚姻企出嚟係應該一男同一女噶嘛，但係如果變咗兩個男仔一齊喺度，然之後仲搭多個細路，咁其實係一件好怪嘅事嚟嘅喎。講到婚姻，其實都係代表我好中意你，或者我已經訂定咗你係同我長相廝守嘅人，先會有婚姻呢個承諾。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 ban 人哋咁樣嘅話，我覺得好唔應該。呢位同學，其實兩個人呢要長相廝守，要山盟海誓呢，係冇人 ban 你嘅，只不過係話你叫
話要合法結婚，即是話要整個社會嚟到去認同同埋嘉許你呢。咁呢樣嘢呢，就可能要比較過分少少啦，我就唔贊成啦。頭先邊位講好核突嗰個啊？不如你講下咩核突？呢位主持呢，就係頭先我所講咯，就係不斷去強調一啲嘅非理性嘅一個反對嘅一個感受咯。咁呢個呢，我諗係佢有心去做嘅。喺街上面始終比較難接受見到同性嘅伴侶嘅。係，男女就冇問題，男拖手有問題。咁嗱，好似之前廣告都有個廣告，就係講個嫁字。咁咩係個嫁字呢？係一個男仔送俾一個女仔一個家。其實係一男一女先算係一個家咯。我哋不如問下正方嘅朋友，點解我哋會覺得支持同性戀呢？其實我哋某程度都覺得我哋會尊重宗教啦。呢位朋友無端端講宗教嚟做咩？人哋都冇講話因為宗教反對。咁但係我哋亦都要尊重翻同性戀本身有自己嘅一個人權，有自己嘅一個保障自己權利嘅一個法例係應該去立法咁樣嘅。好，非常好。提到人權呢，我就正想多謝晒先。人權，你唔好講笑啦！立性傾向條例就係侵犯人權嘅事嚟嘅。佢呢侵犯咗所有人嘅言論自由、良心自由、教育自由同埋思想自由。提到人權，我就正想問一問，即係阿梁美芬議員。其實喺我哋基本法同埋人權法裏邊呢，都清楚講明嘅。香港居民呢，法律面前呢，一律平等。基本法、人權法第一條亦都講明呢，人人得以享受人權法案所確認嘅權利，無分種族、膚色、性別或者其他身份嘅。既然有咁清楚嘅一個法律依據喺度，認為不同性傾向嘅人係應該得到平等嘅，點解偏偏喺婚姻上高唔應該得到平等呢？阿邵生，你知道人權法呢係基於國際公約、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嚟到去講嘅，裏邊講嗰個嘅人人有平等嘅結婚嘅權呢，係講緊每一個人呢有權係同異性去結婚，即是男人同女人結婚，女人同男人結婚。呢個喺聯合國裏邊呢已經係好清楚㗎啦。2002年呢，曾經有一個嘅訴訟去到聯合國嗰度呢，佢已經解釋咗，係 turn down 咗一個同志一對同志呢，去到聯合國去告一個國家嘅政府嘅訴求㗎啦。唔該你自己睇清楚啦。婚姻嗰個制度同容唔容許同性戀呢，其實係兩回事。結婚嘅制度呢，其實佢真係一個建制。如果反建制嘅，你要考慮清楚，你係咪要跳入呢個建制？好多人唔結婚嘅。其實你爭取結婚咧，頭先你講得好清楚。其實你係會有領養權、繼承權咧。其實婚姻嘅法律咧都解決到嘅。其實你可以俾遺囑，你寫遺囑已經解決㗎啦。如果除咗領養權以外咧，所有繼承、公屋、報稅、MPF、保險等等所有嘅探視權，呢啲都可以俾嘅。邵生，你入位入得太快啦！人哋係話領養係一個好大問題，並唔係話其他係冇問題啊！你所講嗰啲咁多福利呢，因為全部都係代表緊對同性戀關係嘅認同啊！如果係嘅時候呢，我覺得都唔應該俾啊！因為呢，同性戀呢樣嘢亦仍然未係社會嘅共識。如果要成立任何嘅制度，俾呢啲權利俾同性戀嘅伴侶呢，其實係對其他人嘅一種嘅良心自由嘅一種侵害。